我哋係要買基金，18歲都要學㗎啦。基金就係人哋幫你投資 ，OK？ 而當你去買基金嘅時候，人哋都會提醒你，你真係一個白痴。你諗下，你每一次買基金，佢第一樣嘢就係同你講，先生，投資係有風險㗎。佢唔當你白痴，點會咁同你講嘢啊？個交通督導員都唔會咁同你講啦，先生，馬路有車啊！佢仲會同你講，先生，基金過往嘅表現唔等於將來都有同等嘅表現。嚇係咩？咁係咪即係佢變心啊？佢將來唔同咗，佢欺騙我感情啊，玩弄我啊！我最中意呢一句，先生，基金嘅價格係可升可跌嘅。嚇唔係啩？我想買啲嘢係唔升唔跌嘅喎。